屏東縣有縣議員是反映講，恆春國中的棒球隊球員的宿舍又閣舊又閣矮哦，一棟老仔厝住23個囡仔。縣政府教育處閣學校是表示講，會閣來找新的宿舍，嘛強調講，望會當來爭取經費，佇校園家己來起宿舍。相片內底木個架間有芳，看起來較舊啊。大眠床厝房內閣菜鐵架啊，就無啥物空間啊。這是恆春國中棒球隊學校佇外口退球員組的宿舍，因為縣內其他有棒球隊的學校，攏有家己專用的宿舍，品質閣好。恆春的縣議員羅文馨佇總質詢，就質疑縣府是毋是大細心？不僅是頂樓加蓋鐵皮，很悶熱，而且電線老舊。也負載超標，所有的囡仔攏總徛佇這個狹窄空間，咱的棒球隊的小朋友，讓他們住在這種隨時可能發生危險的地方。啊，萬不然哪發生什麼意外？請問縣政府可以負得起這個責任嗎？在恆春半島的確租是比較辛苦，最快的模式是要從外部去尋找更好的住宿空間呢。那我想我們會一起來幫忙。羅文馨佇議會表示，恆春國中棒球隊目前有23個球員，新學期會閣較濟，一定囡仔選住佇一棟較舊的老仔厝，毋若鐵厝頂燒熱，電線舊架間矮，宿舍的品質無好，嘛有安全疑慮。恆春國中校長表示，厝頭家已經有甲環境改善，毋過家長希望品質會當提升，互囡仔住了較舒適。房東很配合我們啦，他也人很好啊，就是協助我們拆除。學生是也有說過，環境比較糟啦。哦，學生是有這樣子的反應。但家長啦。哦，家長哦，學生家長。那目前縣府跟學校已經積極呢，來尋找更適合、更舒適的空間呢，讓學生有一個安全的住宿環境。恆春國中棒球隊這幾年表現袂歹，113年捌摕到冠軍冠軍，114年全國錦標賽嘛有摕到第3名。恆春國中回應，後續會向縣政府提出申請，甲校園內3間教室改建做宿舍，一定會提供球員更較安全、有品質的校訓環境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